睡前故事第12話：人生的空白頁。阿言住喺一座以最佳選擇為信仰嘅城市，呢度嘅一切都係被數據決定。住喺呢度嘅人都係食最科學嘅健康餐，使用最精確嘅時間管理方式，追求最有效嘅財富累積模型。對於多數人嚟講，咁樣嘅生活確保咗穩定同埋成功。但係阿言成日都覺得好空虛。佢每日都按時運動、規劃理財、學習最新嘅心理學技巧嚟提高社交能力，令到佢可以喺所有事情都按照最佳方式運行。但係佢卻始終有一種無法填補嘅缺失感，彷彿活喺一個運算公式嘅裏面，而唔係一個真正嘅世界。有一日，佢喺行返屋企嘅路上，無意間發現咗一條從未見過嘅巷。喺呢條巷嘅深處，有一間古老嘅書店——人生書店。門口掛住一塊木牌，上面寫住一句話：當你迷失時，呢一度會指引你。佢推開書店嘅門，裏面擺滿咗一本本冇書名嘅書。佢行去櫃台，見到一位滿頭銀髮嘅老人坐喺嗰度，正喺度翻閱一本開始變黃嘅書。老人抬起頭，笑住講：歡迎光臨，我哋呢度收藏嘅係仲未寫完嘅人生故事。阿言疑惑咁問：咩係未寫完嘅故事啊？老人輕輕合埋手上面嘅書，然後講：人總係尋找人生嘅標準答案，但真正嘅存在主義者會明白，人生嘅意義唔在於重規固定嘅公式，而係在於自己創造嘅答案。阿言沉思咗片刻，然後打開咗一本空白嘅書。佢問：如果冇指引，咁我點知道自己應該點樣生活啊？老人微微一笑，然後話：尼采曾經講過，人生嘅意義唔係被賦予嘅，而係需要自己去創造。你願意開始創造你嘅生命嗎？呢句話讓阿言心頭一震。咁多年以嚟，佢一直按照既定嘅規則生活，但係從未真正思考過咩係自己嘅人生。佢合埋眼，深呼吸咗一口氣，然後翻開書嘅第一頁，寫低：今日我第一次唔按公式生活。從嗰日開始，阿言開始嘗試做一啲從來未做過嘅事情。佢行入一間街角嘅小餐館，品嚐老闆親手煮嘅家常菜，而唔係按照最佳營養比例嚟選擇餐單。佢漫無目的咁樣喺個城市裏面散步，而唔係依照效率最高嘅方式嚟安排時間。佢開始與陌生人交談，唔係為咗學習如何提升社交技能，而只係純粹咁樣想聽下別人嘅故事。
幸福係咪真係可以被計算？佢不禁思考。從前嘅佢認為幸福係有指標、有公式，但當佢放慢腳步，去感受風吹過臉頰嘅溫柔，聆聽雨滴敲打窗戶嘅聲音，佢發現幸福原來係嗰啲不被計算嘅瞬間。佢回憶起康德曾經講過，道德不在於外在嘅規則，而在於人嘅內在選擇。如果人生嘅意義唔可以靠標準公式嚟計算，咁真正嘅生命價值或者就在於每個人自主決定自己應該要如何活下去。幾個月之後，佢再次返去人生書店，佢將自己嘅書交俾路人，路人翻閱咗本書，點點頭，睇嚟你已經開始活出咗真正屬於你嘅故事。阿言微笑，因為佢知道真正嘅人生唔係人哋話俾你聽你嘅答案，而係你自己填寫你嘅旅程。